民間特首發聲，發哥話政府做錯，華仔話不要武力。各位市民，依家宣布下一屆香港特首就係早一班。雖然呢以上畫面幻想成分居多啊吓，不過佢都係民間特首嚟噶。好啦，坐定定，民間特首有嘢講。個人感受啦，我見到啲市民啦、啲學生啦，佢哋咁樣即係去爭取個訴求係勇敢啦、感動啦。警方我覺得佢即係第一日已經係錯咗啦。學生好理智嘅，佢哋亦都好聰明，佢哋都係一個和平抗爭啊！你冇需要即係警方用到咁暴力嘅催淚彈啊！如果你政府你再用啲咁即係暴力嘅手段對待啲學生嘅時候，你令到啲香港市民好反感。佢哋嘅訴求好清楚啦。咁你成日叫你個方案叫人代轉，點解倒翻轉頭？你唔可以接納一個方案你代住先啫？個政府你咁有錢，你後邊有中國嘅國家 back up你，係咪先？你怕咩咧？發哥認為政府要揾到一個雙方都可以接受嘅方案，佔中先會完啦。等，仲有另一個民間特首，佢都有嘢講嘅。尋日睇佢嘅官網鋪文，香港人要愛香港，爭取訴求，關心自己，顧及大眾，不要催淚彈，不要物理，不要謾罵學生們、示威者們，要擔心自己安全，要知道有家人在擔心你們，願香港平安。有兩個民間特首嘅鼓勵，我真係好滾動啊！喂，你唔係仲坐喺屋企啊嘛？佢哋尋日國慶都上晒街啦。其實我諗我哋出嚟嘅市民同埋學生都一樣嘅，即係都係要一個真嘅普選啦，去撤回佢人大嗰個方案啦，同埋我諗最緊要就係阿梁特首咧，佢可以知道要退咯，係啦，落台咯。未上街嘅都繼續喺網上聲援。嗱，民意嚟㗎，政府唔係仲未睇到係嘛？